好，咱开始。昨读无煞，1644年5月19吼。5月15这只是录一篇，这是啥？就是甲一个金包理社原住民名叫做 Theodore 吼，甲伊问一寡问题啦吼，记伫遮吼52题的即个问题，咱看到第八问讲西班牙人抑阁含倒一寡村社相见过吼，因讲捌甲基波莫瓦社吼拍过相见过吼。该社伫咧多罗莫社附近的海边啊，西班牙人有一道咧要航往马尼拉的时阵呢，有一只船伫遐遭难吼，有30个人，包括着操作该船的希腊人，被该队的原住民杀死，因为该队原住民捌互700个西班牙人该当共人数的金包里社甲三条社的原住民，合计是200人所攻击吼。迄时全庄去互烧掉吼，有3个人被杀死吼。第9题问讲，迄是啥物时阵的代志？因讲是9年前的代志。第10题讲，西班牙人第一次被淡水人杀死40个人的是啥物时阵的代志？因讲是西班牙人入去过人以后4年的代志。第11题，安尼因最后丧失约70人迄道吼是啥物时阵的代志？因讲根据吹想啦吼，根据吹想，应该是伫咧10年到12年前的代志。第12题，西班牙人伫过人淡水甲全佛罗摩萨含几个村社和解过？因讲含8个村社和解，就是金包里社、三条社这2个村社。妇女、囡仔以外，拢各有700个壮士。即寡人，应该是绕高一字吼。即寡人可能是经常吼，日常无去。即寡人经常和西班牙人出去作战，抑阁和其他6个村社和解。即寡村社只是和西班牙人和解，无侵犯因，但是嘛无和因出去作战。嘛无和因进一步做朋友吼，即寡村社就是吉内波拉社，妇女囡仔以外有300个壮士；吉马老社有700个壮士；吉巴诺拉社有350个壮士；克吉加西邦社吼有700个壮士，700个吼，哇，真多。克达拉表社有60个壮士，克多拉战社有80个壮士。上述即寡村社拢无用现金、米、切、落皮、其他的物件垃圾，互西班牙人敢有啦吼？这是问题吼。因讲，西班牙人无立过色。因为因无要求过即种代志，只敢若有立过伫咧教会所使用的蜡烛的费用，即种费用伊家己捌互请去经手即个收支吼，有诶付钱吼，有诶是摕册来拄算现金啦咧吼。第14题。上述迄8个村社有几个村社的人正做基督徒？这基督徒是迄个吼，旧教的吼，分清楚吼。西班牙是旧教国家吼，荷兰是新教国家。新教旧教应该有概念吧？
无概念，以后好机会嘛，逐大家讲吼。好，回答。应讲只敢若有2个村社，就是金宝里社甲三条社吼。第15题，这2个村社的人拢听有西班牙话吗？应讲金宝里社的人无论大人囡仔拢听有西班牙话，但是三条社的人只敢若听有一半。金宝里是伫倒位啊？哈！来，我小查一下吼。各位，这个金宝里捌是西班牙的，算新属西班牙吼。地图。直接测金宝里当然应该是，有哦，金宝里溪、金宝里老龟、金山啦，金山啊，金山，知着咱毋知安怎叫吼。金宝里老龟、金山老龟吼。好 ，OK， 这是啥物所在呢？我对遮诚兴奋吼，我就安尼来遮。贵人的西北方吼，金山区、阳明山公园的东北方吼，对即个草山遮，对啊乌草山入去，一直到海边啊呢。就会探到金山吼，金宝里。各位转去问看觅吼，看阁有人住伫金山，阁会晓讲西班牙语的。好，因讲金宝里社的人无论大细拢听有西班牙话，但是三条社的人只敢若听有一半，因为因的神父神爸啦吼，我毋知是因是叫神爸还是神父啊？会晓改原住民的语言吼。第16题，稍等下吼，我查一下大理大书店看有收即个书无？神父吼，神父，天主教的神职人员吼，叫做神父，这是大理大书店所收的。因为因的神父会晓改原住民的语言吼，所以三条社的人敢若听一半尔吼，因为神父会晓讲因的话嘛吼。第16题，上述8村社原住民是毋是互相知影彼此的语言，或者是拢讲共一种语言？应讲金宝里社的人捌所有这8村社的语言，但是其他村社的人互相拢敢若只捌一部分尔。17题，淡水的人和金宝里的人所讲的是毋是同一个语言？应讲是。较早这规片全原住民的地区嘛，吼，佛罗摩萨人吼，我认为啦，这是我家己想的啦，吼。实际上无啥物证据，但是我听讲伫有一篇文章内底有讲起吼。我先甲我立场小讲者，我认为全台湾在地吼，只要你是啥物祖公祖妈，伫遮因过什么8代、7代、9代、10代以上的吼，应该淡薄啊吼，应该拢有原住民的血统吼，只是恶早啦吼，恶早期，你即马去调你日本时代的迄个户籍成本吼，
日本时代伊会到顶头注明，当然是比当阵搁早会着的吼。你若是啥物青番、色番拢会写吼，伊会写色，还是写青番我毋知，色番会写一个色字吼。啊，我是有去调过阮兜的吼，包括阮阿公这边甲阮阿嬷这边，因为阮爸是倒母系吼，所以阮阿公姓詹吼，曾吼詹，这个詹吼，所以我姓詹的姓德，我拢有去调吼，但是两边拢无看到这个色字吼。但是呢，我是感觉，因为我自细汉就看阮阿伯啦吼，阮即个叔伯兄吼，两个叔伯兄，吼，迄足烦那面的，我讲实在吼，迄时代足烦那面的，啊，所以迄痛绝对是应该有啦，只是讲无一定你早会着就对了吼。你敢若看这北台湾这车吼，拄则讲的这几个所在吼，全是原住民的所在嘛吼，对淡水到金山吼，即个金包利遮吼，因佮讲港语言吼，应该是啥物族我都毋知吼。较早日本时代分做，敢若是分做啥物凯达格兰啊，但是我后来伫咧另外文章看讲，其实无即个族啦吼，日本人创造即个书出来吼。好啦，这以后有机会咱再来找文章来读吼。咱继续读落吼。第16题，上述8个村社原住民是毋是互相捌彼此的语言？哦，我拄则讲有一篇文章有讲起讲，迄当阵原住民含迁徙含来台湾的即个汉人的通婚的情形的。啊，哇，歹势，我一时也袂记迄篇文章，是一个汉人写的吼。一个应该是清朝官员啦，我袂记啥物人。好，有机会再看。歹势，一时也想袂起来。我是伫个下渡岛的文章看到吼，下渡岛是哦，伊敢若讲迄个啥物人？伊讲迄个宋德来吼，宋德来即个作家，伊有翻译一篇。毋是翻译，就是甲迄个文言文的文章，甲翻做白话文。迄篇叫做啥物？就是迄篇文章内底有写起啦吼。这就是我是看下渡岛写讲，伊去看迄篇文章才知影讲为虾米宋德来会遮尔注重这篇文章，甲专工甲规本甲翻做迄个白话吼。好，若有机会再去查啦吼，临时临了我嘛想袂起来吼。等下再查。我要会记个字名，因为真想袂起来吼。毋是甲亲，毋是啥物冷门的字啦吼，一般人拢听过。第16题上述歹势，第16题讲的17嘛是吼，17讲淡水人是毋是含金包里写共语言吼？第18题。淡水的村社是毋是有真多？是毋是人口众多吼？众多吼？因讲村社是真多，但是拢真细的吼。意思讲人口无介多吼。第19题，根据你所在，然后就问伊哦，伊是写伊哦，这认为是根据即个人所在吼，贴倒咧吼。西班牙人伫咧国人。上侪人的时阵有偌侪人？因讲初来的时阵，因有500个人，以后就逐年减少500个人吼。第20题，现在有偌侪村社甲荷兰人和解，咱敢会当相信因吼？因讲。伫果人附近的有如下的这村社，邮长的名甲社名，总数的人数吼，伊列一张清单伫遮，咱来看吼。我先念社名，再念邮长的名吼。金毛利就是金包里社吼，邮长叫做
Theodore 毋是共即项即马了着即个人共名，肯定是即个人，是写 Theodore 啦，但是头前咱知影即个访问即个人是 Theodore 咧，后壁佫一个 E。总数的人数是700个，过来是 Santiago， 讲是就是山雕。Santiago， 为什么是山？我较早毋是讲迄个San Diego嘛？好，翻译就是山雕虾吼。酋长叫做波野，总数700个。多拉甲，毋知对一个虾吼。酋长叫 Wano， 总数80个。吉地亚表瓦，酋长叫 Bawelas， 总数50个。因为即题问题是讲，即马偌侪春虾和荷兰人和解，伊是毋是会当相信伊吼？但是结果伊敢若甲即个春虾资料讲出来了吼。伫淡水附近有鲈虾的春虾吼，有鲈下对即所讲的春虾吼，各位小捌一下吼，其实恁住伫北部吼。第一个叫做风啊。即个是读做视的款，风啊视吼，视力我记得即个咱捌早过吼，一个寺庙的寺边仔一个山里边吼，风啊视吼，Gibangas 吼 ，Gibangas 风啊视虾，酋长叫Lago，有40个总数。Gimalojikawa 酋长叫做Tacubay， 40个总数。等下吼，手机啊，搁电无？哎呀，充一下电无等下。好，大家对啊，金马路之高啊哈，有点叫读古牌40个总数。即本来读李索克哦，李族哈，李族嘅哈，李族，乡里迄个李哈，民族迄个族哈，李族啦哈，李族。有点叫 Bonap， 80个总数。卡达亚哦，汉字写达达哟哦，卡达亚。有点叫 Raps， 70个总数。Gimoajo， 汉字写奇武术吼，奇怪武术吼，兵术吼，奇武术。有点叫高波，30个总数。吉马达米纳岛是茉莉1号吼，汉字安尼写茉莉1号。有点叫塔佐维吼，30个总数。基北岛啊哈，基巴岛北岛啦哈，基巴岛。有点叫塔佐林70个总数。塞纳尔无写汉字哈，塞纳尔。有点叫 Moron， 80个总数，过来是巴厘粉哈，布拉厘粉就是西班党，布拉厘粉。有点叫伽马狗，30个总数，过来是台边 TAPIEN 哈。有点叫 Kilas， 无汉字吼，他变吼，80个总数。下底有一个哦，这是物件编号哦，人个。第21题，你还阁知影
有倒一寡还未含阮和解的春社，应讲还佫有余下的春社吼。下日的春社是伫咧本岛的东边吼，就是Formosa 岛东边吼。酋长的名来，第一个叫做加基杰西蒙，加基杰西蒙。无汉字，下对拢这四个春社拢无汉字啦吼。加基杰西蒙有张叫阿邦啊，700个剑士吼。基巴诺拉有张叫Garoa Osaha 350个壮士。吉连波拉含顶一个有姓吼，基巴诺拉吼，即个吉连波拉。有张叫 Guinness 吼，300个壮士。基马波拉，哇，这名拢叫像。有张叫做波埃塔乔马角吼，700个壮士。下日的春社是伫咧淡水附近吼。第一个是马少，就是毛少翁吼，毛少翁。有张叫做巴里尼哦，700个壮士。第二个哦，秀朗哦，汉字秀朗 ，Sidrong，SIDRONGH 吼，秀朗吼，各位住伫中和永和的吼，念秀朗的吼，70个壮士，有张叫做高茂 ，Rawas 无汉字，有张叫做 Limoits。30个壮士，过来汉字叫做古伦兰，加古罗南，古伦兰是巴诺诺，有张叫巴诺诺，30个壮士，过来是雷利吼，雷是淡雷的雷吼，利是乡里的利，雷利，基罗罗伊克吼。差遮侪，基罗罗伊克犯做雷利吼，40个壮士，无酋长，无写名啦，毋知，应该是有啦吼。过来是汉字叫武流丸吼 ，Binorowan，有张叫做阿嫂，700个壮士。过来是汉字写做李末吼，李末，乡里的里吼，末字的末吼，基里巴兹。汉字拼音写做吉里巴兹，50个壮士无酋长。过来是汉字写做百阶啦吼，华语读百阶吼，台语要读百节吼。我后袂念的啦，百我查一下，应该是读做百啦。好，今日电收一个音尔，拜吼，有拜吼，百节吼，百节哦，应该读做百节吼，百节，各位知无吼？即个节会当读做两个音，或一个接收的接，即个是节吼，节就是节，啊是节啊是共一字啊吼，啊两个音拢会当吼，节啊，迎节就是迎接吼，当然你使读做迎接吼。迎接另外一个读法，季节吼，啊，所以白季吼，因为伊即个拼音的名是叫做基白季吼，基白季55个剑士。第22题，即寡春社是毋是互相交战？应讲有一个春社叫做加基达班。加基塔班汉字是基里班吼，基立班，奇怪的基立，立就是徛起的立吼，立场的立，班就是插帮的班吼，基立班。有一个春社基立班社，该社酋长名叫做 Bimiok
是金包里社的死对头，因为金包里社捌随同西班牙人去拍过因改写真细，只敢若有40间厝，或者是40个壮士，其他所有的村社除了真少几个啦毋捌和别人和解的村社以外拢互相是友好相处第23个，即寡土地是毋是正肥？根据你的了解主要的土产是啥物？或者是会当生产的是啥物？因讲淡水出产米甲硫黄也有袂少的茶。伫加马兰就有非常多米，也有绿皮。24题，淡水甲加马兰这两个所在这两个地区是按怎互相隔开的？回答讲是由山甲几条河流所隔开加马兰是伫咧山的东边淡水是伫咧山的西边这两个地区中间还佫有一条北流向即个金包里即个长度达到1点钟路程的即个河流即条是啥物河流啊？看一下金包里社有一条河流。应该就是即条流过金山即条我看 Google Maps 有甲即条溪标出来，有路名有写出来，你不路名溪名叫做红溪红溪硫黄迄个红字红溪啦好，过来第25题，这两个地区的大小各有偌大？因讲淡水地区约20个村社，加马兰地区约40个村社，其中有真侪村社人口非常的多有700个、500个、400个、300个壮士的也有更较少的壮士的这应该是你讲加马兰迄边加马兰迄边是足侪台湾原住民的村社伫遐我咧读北部教会历史的时阵即个足侪因足侪教会是伫咧即个宜兰遮。有释教，有释拜堂而且嘛，我会记我看见讲记载讲即遮，比如讲足侪人、足侪原住民来即遮某一个所在来遮，我毋知去遐做啥物工啦伫倒是讲伫遮咧生活讨趁到尾因规个搬走了，迄个拜堂就无啥人安尼甲收起来就对啦我咧读即个教会北部教会史的时阵，我才来现即个宜兰的地图的时阵，我见讲因即遮足侪地名，其实拢是原住民的名虽然写汉字，但是是原住民的自来是原住民的你叫的名所以足侪迄汉字你一看就知影奇怪，即哪即种号法因为伊是迄个原住民的号法我即马凊彩现啦咖喱碗咖喱碗我毋知要哪读啊，李德干李德干，毋知读对啊毋对啦这应该是拢是原住民的你称呼地名好，所以我即个讲就是讲，伫咧宜兰遐其实原住民足侪台湾原住民足侪。你若有宜兰的朋友你才注意甲看应该是即个缘投仔送甲即个米露啦乌狗兄甲即个乌鸟子。其实我捌一个宜兰来的一个查某囡仔，生出足水，较早熟悉。好，过来，到对25题，过来26题
阮对金包里会当经由陆路前往加马兰地区，但是是毋是会当对加马兰地区经由陆路前往道路湾？就回连遐吼，因讲无可能，无可能哈！你要宜兰要去回连无可能哈，因为爱经由山区，道路险恶，将未有人行过迄条道路，嘛无可能行会过去。各位，咱较早其实咱伫咧读即个历史诶时阵，有一段就是读着讲。因荷兰人带一群人对行即个对东北敢若三条角即只吼，我袂记得对归人应该是对归人出发啦吼，到即个三条角遮，再往南行吼，行到即个啥苏俄遮啦吼。敢若是行到南澳遮，都行袂落啊吼，无法度行袂过去，就是行袂过，迄路无法度行嘛，伤危险嘛，伊迄你拢知嘛吼，花莲迄山是直接插落去海里，而且插就深落吼，所以迄山是足惊诶嘛，你要安怎过，足歹行诶嘛，根本就无路通好行吼。所以你即马迄路开，迄是无简单，迄是真正是山壁硬挖出来，硬挖一条路出来吼。各位知影嘛？迄是日本时代挖的吼，日本时代就咧挖即条路啊吼。虽然讲你会看着讲蒋经国带什么什么洋民去遐开军，无对，因嘛有去遐挖过吼。但是即条粗的迄个形吼，是日本人挖出来吼。好，咱转来伊个问题遮吼，无可能啦吼。好，27题，淡水、加马兰和金包里的人是毋是拢讲同一个语言？应讲金包里和淡水的人是讲同一个语言，但是加马兰所讲的是另外一种语言。所以你会当对安尼，你就会当想会到，这是无共民族。加马兰甲即个金包里淡水的人应该是无共民族。28，对伫即个淡水以南的村社，你敢有啥物认捌？吼，应讲对迄寡村社无啥物认捌。吼。第29题，敢有可能互加马兰的人甲荷兰人来和解？若是要含伊同齐去遐若要爱你含阮同齐去遐，你敢去无？回答讲会使，毋过我相信吼，只要途中无吉里班社的人吼，就会有法度安全去到加马兰遐吼。吉里班人个机会，就是迄个金包里社捌去拍过因，所以即个吉里班人含金包里社死对敌吼，死对头。所以才讲，你若无拄着吉里班社的人，应该是得安全去到加马兰遐啦吼。你若是讲处罚即寡吉里班社的人吼，整个加马兰地区的村社拢会含荷兰人革命吼。所以加马兰人可能含吉里班人，原来无啥拄好的款吼。即寡吉里班人呢是顽固、反叛又搁恶毒的人吼，哇，无好话吼。照我的看法，荷兰人加上金包里的人，就会当制服即寡应该爱处罚的人吼。好，荷兰人也听啊心内诚爽。30，即寡地奇怪，伊即满来恁问即寡问题，咱足早以前咱毋是早啦，差不多是顶个月的代志尔吼。咱就读着伊，都已经带几百人对即个归人遐已经行到，是讲因可能无到即个加马兰就影吼。我会记得伊当阵因行的时阵吼，是直接对山行山，
毋对啊，加马对啊，因行到三条，较早人行到即个加马兰遮，因有经过加马兰啊。我阁会记，因有经过加马兰。头城啥？奇怪。我意思讲，照咱进前所看啊，因应该对加马兰人对加马兰是有熟的啊。为什么今仔日都要问即个人？好啦，咱继续看啦。伊是安怎印？伊讲无第30题，即寡地区的长度、跨度甲周围总共有几点钟久的即个路程？因讲对金包里到三条角，到三条一个人行路爱1工，一阵人行路就爱2工的时间按照迄阵人数的多少抑阁会较紧，或者是阁较慢对遐到塔罗遮爱1工的塔罗遮来什么所在？爱1工的时间进行如上所述。搁再就是意思就是讲，看你人多少啦人多就慢，人少就较紧。搁对遐到加马兰所需要时间嘛，含上述的情形相像所以你看，对金包里到三条1工，三条到达罗遮1工，达罗遮到加马兰阁1工，所以一个人对金包里遮，就是对金包里遮行路要行到即个宜兰加马兰行3工。第31题，问伊哪会知影这一切代志？是家己调查发现的，还是听人讲的？因讲，我家己去观察过加马兰的土地，也去过真侪遐的村舍。虽然毋知影该厝的周围的大细，但是我要以通畅，就是以即个真互相会通的即个道路来计算，应该有2工的路程。为什么即只讲2工？伊是讲即个加马兰的土地大细啦，用行的可能行2工才算会透就对啦。好，32，这是家己要的所以各位认为2工行我度无？来，我来行看卖我要安怎试？我对宜兰的即个叫做圆山是头说圆山圆山，行到头城凊彩点一个所在。即嘛路是足好行我这地图慢安尼就开时间咧。各位，你有兴趣，你家己去查看卖。你2工的时间有法度家己咱设7点我直接歹用，我这电脑太慢了。好，搁到后一题是啥？32题，迄寡村舍是毋是一直拢有丰富的米？是毋是做到也会当大量来分互因的邻舍，因的厝边舍啦因讲是所以各位知影嘛？加马兰伊边对，而且应该是土诚肥啦后来，迄个是哪来汉人五沙因去遮开垦嘛去遐占地啦，去遐就是去抢原住民的地嘛好啦，过来咱继续讨论。因讲是甚至金包里含三条的人嘛去遐交易因的，去遐买因的米啦33题，伫遐的原住民上介意啥物号码？因讲勘眼部甲其他的粗部因嘛知影钱迄个银角
因原来知影即阮角啊，真乐意有人去用阮角去买因的物件吼。应该是西班牙的阮角啊。34题吼，金包里含三雕的人伫家己的村社所生产的米，是毋是无够家己食啦吼？伊写无够家己生活，应该是无够家己食的意思吼。三雕角伫倒位啊？片头，规人片头，讲了遮叫做美工。或者我查一下三雕吼，照理应该是即位。我记得是台湾算上东边吼，本岛上东边的所在。哎呀！对，三条角吼，即嘛叫三条角吼。台湾本岛上东边的迄点吼，叫三条。好，咱转来遮吼，转来二次遮讲金包里含三条的人，家己村社生产的米是毋是无够家己生活？应讲是无够。35题，即寡村社抑佫靠啥物哩？靠啥物哩生活？吼，是用啥物物件去买米？应讲无多吼，无啥物物件就对啦。毋过有生产有即种白色甲红色的细粒石头吼，有一支指头仔的大细吼，用即种石头仔会当交易真侪米。也会当用对西南人遐交易，或者是买来空眼布，或者是其他布料，或者是铁鞋啊、铁钉啊吼。后壁写一个路，毋知啥物意思？路即寡原住民交易米吼，应该是户啊是啥？字拍毋对，煞看无意思。第36题，你认为讲伫金包里有偌济黄金？一年会当交易偌济黄金？应讲，即代志我无清楚吼。每一个会当用来交易商品的黄金的数量拢无共吼。有人是以5里尔重的黄金交易，有人是以7里尔重的黄金交易吼。估计讲金包里的人交易的黄金总额上侪袂超过40里尔。37题，来，我喝一下啉遮水吼。是毋是若金包里的人有咧交易黄金，连三条甲整个加马兰的人也拢咧交易黄金？应讲，其他迄寡村社也拢有咧交易黄金。38题。其他迄寡地方的人交易的黄金数量，吼，是毋是甲即个金包里的人的数量共款？应讲无共吼，因为金包里的人有搁较好的机会用来交易搁较侪西南人所载来空眼布吼、铁钉啊吼，含其他的商品。39题，总共52题啦吼。39题，加马兰的人。敢知影黄金的珍贵价值？吼，因对黄金的用法是安怎？因讲，因知影黄金珍贵的价值，
因嘛用来挂伫因的鱼缸啊，或者是鱼啊啦，或者是形情吼，当做破链吼挂伫颔棍，伫咧形情的部分较宽，也较悬吼，用颔棍后面的部分较幼吼。是咧讲金仔啦吼。第40题，用偌侪银所铸的即个钱吼，钱币吼，钱币内底，钱币吼，里尔用偌侪钱，里尔的钱啦吼，用银做的即个银角啊吼，偌侪里尔来换1里尔重的黄金，因讲为着1里尔重的刷金吼，因毋捌铸过银，毋捌铸过银啦吼，也无卡边的银吼，要支付8里尔的银角啊吼，爱支付8里尔的银角啊，为着1里尔重的黄金，就是安尼兑换啦吼，8里尔的银换1里尔的黄金吼，但是已经卡边又搁加工过的吼，都爱只要付4里尔的银角啊，因为迄已经参杂不纯吼，是啥物意思？你若不纯，为啥物搁电到较少？还是讲即个金仔卡边搁加工好啦，无重要。第42，道路晚社的人对银是毋是也有遮尔好的知识？因讲是。因对银甲黄金两项拢有真好的知识吼，真好的财物，甚至呢有试金石用来检验黄金。42题，你是毋是有定去倒落晚社，敢捌亲自和迄遐的原住民交易过几遍？因讲。是我捌去过遐15遍，吼，每一遍拢无共年。43题，是毋是一年当中袂当去2遍？因讲袂用诶，因为一年当中呢，只敢若会当伫咧4月、5月、6月这3个月去遐，和迄遐诶人交易好了后，都爱离开，袂使又搁随。就是离开了后，袂使随搁入去街地吼，像平常时安尼搁再去交易吼。啊，若无一年当中定会当去2摆，因为平常2、3工就会当去到遐，也2、3工就会当转到厝。这是咧写啥？应该意思是讲，你袂使一年去2摆吼，因为2、3工就会当来回啊，所以伊无要你定去吼，一年就1摆就好。44题，当你去倒落晚社的时阵，是毋是行遍吼，甲迄遐所有所在拢行透透？对遐有啥物认捌？因讲无，我敢若有去过一个村社。其他的村社和因并毋是遐尼，就是毋是遮肉啦吼，毋是遮好斗阵吼，就是无应该是有危险啦吼，有敌意啦吼，我理由吼。45，根据你想啦吼，迄个所在吼。就是你去过迄个村社吼，有偌大？因讲我理由应该有200个壮士。46题，西班牙人和希腊人敢无去过遐去交易嘛？因讲无。47题，为虾米西班牙人和希腊人无去过遐？回练啦吼。因讲因为倒落晚的原住民禁止因带。希腊人或者是西班牙人去因遐。48题，安尼因为虾米无介意西班牙人或者是希腊人去因遐？是毋是讲即寡人捌互因遭受到损失，或者是为难不安等等？因讲
因为因真惊西班牙人吼。虽然讲西班牙人并无侵犯因，但是因足惊所无要因去。啊，若是讲到希腊人，是因为因惊原住民而毋敢去吼。反倒转是希腊人惊原住民，所以毋敢去迄个多罗湾。虽然如此，多罗湾社人有时啊也会来归人吼，并且去西班牙场馆遐。49队，因就是金包里吼，金包里的人吼，上早当时就含多罗湾社人咧交易黄金。伫西班牙人来到归人以前，去含因交易个黄金无？就是金包里甲多罗湾的交易吼。因讲因自古就已经含多罗湾社人咧交易黄金啊吼。佮用迄寡黄金来含希腊人交易，希腊人伫咧西班牙人来以前老早就来遐咧含因交易吼，所以正史所在1624年吼，但是你看民间的交往其实比正史所写的搁较久啦吼。迄来往因足早以前都有啊，吼，就是无文字无写落来尔，吼。第50题，黄金，吼，伫西班牙人来到归人了后，黄金是毋是变到是毋是有贵起来，吼，起价啦，吼。因讲无。51题，你捌多罗湾的语言吗？因讲我捌。52题，迄寡原住民伫倒位，用啥物方法会当取得黄金？回答讲，伫海边啊，落大雨以后，迄寡原住民就伫咧山里咧找黄金。以上各项52题啊，吼，以上各项是伫咧议长 Maximilian Lemar 的知情之下，由上级商务员 Overwater 来即个 Theodore 所问的问题。伊是来自归人附近一个村社金包里，是伫咧坦然无啊，就是无心内无惊吓吼，无强迫之下回答上述的问题吼。伊宣称讲，伊已经尽伊所知吼，据实来回答咯。下面来接列兰亚写日志1644年5月15号的条目。今仔日有2只胖船来到遮，就是一只对金门来，另外一只对安海来。再来100稻米，300袋빵，30支条啊，10担乌糖，3000个卡斯汀，毋知是啥，后壁我好写讲是海边仔的石头 question mark 吼，伊嘛毋知吼。必要啦，可能是海边的石头，吼，3000个，86罐生的即个菜头，又个一大半的红色的色料，含700包的白糖，坐86个人，要9只胖船出航前往西南沿海，载有胡椒盐、大香肉、树芽、鹿仔肉甲咸鱼，坐86个人。好，以上5月15号的日志，咱今日读煞吼，咱顶回读个一半，今日拢总甲读煞吼，剩3分钟我就袂阁读了吼。5月15读到遮，看一下有啥物笔记无？无介侪笔记，无介侪条，但是嘛诚侪吼。鱼路古道金包里。鱼路古道就是较早吼，因当啊即个鱼来台北市遮，应该就是大稻埕遐啦吼，来遐卖鱼吼。即条路叫做鱼路古道吼，较早因咧担鱼。我知影足少啦，我敢若知影安尼尔吼。啊，但是即马吼应该是诚好即个
即个 trail， 就是你会当去遐散步运动的即种路啦吼。拜六礼拜是会当去行者吼。先煞林北一下历史吼。哦，所以有即条路是甲金包里的吼。我知影鱼路古道，我毋知是甲金包里。今仔日才知。好，记奖吼，记奖。好，过来芭比有写，我拄则念的吼，我拄则说伫啦吼，讲好，伊写一下。当时行政院院长蒋经国宣布10大建设的时阵，时任财政部部长李国鼎竟然一无所知，真侪财经官员。事情也啥，毋知就对了吼。会当讲10大建设完全是蒋经国一人决策的结果，所以后来事后尽力配合你赚钱啦吼。好啦，这是国民党想要提10大建设，伊个即嘛敢个好意思提出来讲？我定啊，拄着即我拢讲，国民党统治几冬50几冬，会当讲敢若10大建设。日本人100大建设可能都拢有吼。我毋知啦，我真正捌认真想要去算者，看到看偌侪建设吼，但是足侪啦吼。交通、教育各方面吼，你想看觅，伊为着要南洋进军，伊对台湾所下的即寡心血。敢会少吼？你尤其是你若去，甚至你去看日本的迄个透早迄个戏剧，还是吼，因咧讲历史的时阵，因讲起当阵要去为着要经营南洋，其实因伫台湾下足重本的吼，什么拓殖什么啊？我一时我嘛讲袂出来，咱有机会咱好好读一段历史啊吼。咱莫讲日本人。经营台湾是为着啥物目的？但是伊经营台湾所下重本，绝对是毋是即个你10大建设就摕出来讲是可能是真正是互人笑讲你毋知见笑，你是建设啥物物件吼？你当初你甲钱所有钱，你各位知无？较早台湾的国防经费占80%哦，80%规台湾的中央政府的即个。预算内底占到要80%是叫做国防经费哦。我应该无讲毋对啦，各位去查看觅吼，你着想看觅，为虾米有法度80%叫做国防经费？因是着用摕去创啥？好 ，OK。马文是写讲无日本人的混入，16世纪后半已经有和荷兰人交易，荷兰人来到台湾，日本人煞无伫台湾卡车。当然，我毋知影马文是你讲啥，可能是讲，我是顶头，可能是顶头我无念的即寡啦吼。好 ，OK， 到遮咱来规房吼，后礼拜你再过来读出时线吼，有兴趣的再来读小说。若无兴趣的再来听历史啦吼。后礼拜，嘿，芭比我关房咯。好，多谢阿乖，好，多谢大家。